续要来看云林拿来的宝龙纸厂爬行真久啊！3年前，县政府重新来整顿委外管理，这个管理的业者打造这个生态池，由议员来看线，邀请到饲锦鲤的专家，提供到365尾这个锦鲤甲饲梨的生态池，即摆将做当地热门的景点。为林内注入新活水。将一尾一尾锦鲤放入生态池，期待当地生态会使变甲更加丰富。伫那内乡宝龙纸厂后壁这个水池啊，伫营运管理人陈胜奇重新整理以及引进落水客溪水了后，才将这个所在打造成为生态池。在我们云林县的一个很特别的浊水溪，然后这个浊水溪呢有很多的矿物质，那所以锦鲤呢在这里生活呢是很适合的。365尾锦鲤拢放入生态池，除了期待讲这鱼啊会使适应以外，未来规划一个安全的欣赏区，和大家拢使欣赏到这水的鱼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